Hello， 大家好，我係迪太 Carrie， 感謝大家對之前嗰兩集嘅欣賞、支持同埋鼓勵。今集亦都會繼續分享剩低嘅兩個住宿點，策馬特同埋蘇黎世。我會分享所有我所知道啦、所體驗到嘅俾大家。當然包括我未出發去布拉格就冇晒盤村，唔知點算好嘅經過，同埋一啲報警同埋旅遊保險嘅心得。事不宜遲，大家繼續陪我重溫埋。仍然係第11日。上一集講到喺離開 Grindelwald 嘅朝頭早，我終於有驚無險咁樣上完少女峰，之後就嚟到新一個住宿點策馬特啦。策馬特係位於瑞士山王馬特洪峰腳下嘅，所以佢都係世界上一個最著名嘅度假村之一。冬天嘅時候咧，就更加係滑雪勝地。喺策馬特接住個3日行程之後，我已經完全愛上咗呢個地方。相比起 Grindelwald， 我認為策馬特呢個小鎮係更加方便，因為無論係商店啦、住宿、餐廳，甚至要去嘅景點都比較集中。基本上呢幾日我要去嘅景點或者節目呢，都係喺呢個小鎮度出發就可以噶啦。所以喺16日行程5個住宿點裏邊呢，邊度同埋策馬特都會係我最想重遊或者係深度遊嘅地點。所以大家行程充裕嘅話，記住要安排策馬特啦。呢個度假勝地咧係全面禁止燃油車輛行駛嘅，淨係可以 SBB 火車進入。小鎮裏邊代步嘅都係電動車，細細架，每架都有唔同嘅外觀，望落都幾可愛噶。大家可以見到我哋一到步都係落緊雨嘅，我仲記得我哋係淋住雨咁樣去搵間酒店，都幾狼狽噶。不過大家千祈唔好失望，因為第一日我哋都有好介紹。好多人都話嚟到策馬特其中一個環節就係要試下呢度嘅特色黑面羊料理。我哋接住落嚟要介紹呢間餐廳呢，好多人都介紹過噶啦。佢係一間酒店裏邊嘅餐廳嚟嘅，就算唔係呢度嘅住客，都有好多係慕名而嚟嘅，所以最好咧就 book 定位啦。我哋去過呢個餐廳2次，第2次咧都係衝住呢個腸嚟噶。可能我哋嘅口味比較另類啦，其實唔多人介紹呢道菜嘅，但我哋反而最欣賞嘅就係佢。另外佢嘅薯仔配菜我哋都好鍾意噶，有2個款，一款呢同其他餐廳都好類似，都係比較乾身，所以我哋就比較鍾意佢嘅另一款，感覺就好 juicy 嘅。好有禮貌嘅 ，Are you waiting for taxi？嚟到策馬特嘅第2日，終於有返陽光啦！巴霍夫大街就係策馬特小鎮最熱鬧嘅街道，出火車站右邊嗰條直路就係噶啦，好多商店同埋餐廳。呢間片包鋪好多人都介紹，一定要試下。我就試咗佢其中一個肉桂包，真係唔錯噶。喺策馬特呢2個全日裏邊，我係計劃去觀景台同埋冰川天堂嘅。佢哋嘅出發點咧係一個頭一個尾噶。我哋最後決定今日先去觀景台，所以我哋就行返去火車站嗰邊啦。觀景台係欣賞馬特洪峰最出名嘅景點，之後我哋仲可以健行落去一個湖嗰度去影山王馬特洪峰嘅倒影。大家見到觀景台火車嘅售票處，其實就係喺策馬特嘅火車 SBB 站嘅對面，所以其實係一啲都唔難揾噶。偷偷地透露你哋知啊，今日真係我喺瑞士最開心、最滿足嘅一日啦！買飛上車之前，好彩我仲記得去隔籬 Coop 嘅超市嗰度買咗個3個朱力。而家我哋出發啦！我諗佢有分我話搭纜車上嚟，我覺得奇，點解佢火車站搭纜車？
我哋今日搭嘅觀景台火車總共有6個站，我哋今日嘅行程就係會上到最高嘅觀景台站之後，行落去睇個倒影湖，之後再去返呢一個站度上車落返山。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地圖，可能會比較清晰啲嘅。首先我哋就喺最高嘅觀景台嗰度參觀完之後，就行落咗2個車站。呢一個玩法呢，其實係比較適合我哋一啲想健行但係又唔想行足全程嘅朋友。所以呢一個玩法係比較多人推薦嘅，因為呢個健行路線中間，我哋都會經過嗰個倒影湖，可以影到馬特洪峰嘅倒影。就係因為呢段路令到我感受到，如果我下一次再嚟瑞士嘅話，我一定會行埋5湖健行，因為呢個行程實在太正啦。終於都上到觀景台站啦！呢度真係好靚，好靚，好靚啊！呢個好行啲啦，啲人踩咗呢啲路，佢嗰段真係好難，試下踩俾你哋睇，試下踩俾你睇啦。已經插咗隻腳落去，頭先實在太興奮啦，越行越落。但係其實我哋應該係睇咗上面個觀景台之後，先再開始行落2個站嘅，所以我要行翻上去啦。但你哋睇唔睇到？其實係勁斜同埋勁線，勁難行噶。大家記住，行晒上面觀景台之後，先開始健行落山啦。點解你喺下邊嘅？好線啊！係點樣搵到啲石頭嘅咧？咪喺晒度咯，即係推冧人哋嗰啲。記住去我圈住嗰個位度打卡啊！喂，老公，朱古力啊！呢個白朱古力啊！哦，即係同一個帽。喺你把口講嚟都好似冇乜新意，即刻變得平凡咗。之後出返室外，我就要做遊客要做嘅嘢啦。不過喺2023年有公佈話，3個朱古力已經唔再喺瑞士生產，所以馬特洪峰呢個標記呢就已經唔可以再用，所以呢一幕都可能已經成為咗歷史啦。頭頭嗰條線路真係好難行，佢又斜又跣。不過過咗呢段路之後就易行好多啦。
嚟到個倒影湖嗰度，但好可惜今日太大風，影唔到倒影。我哋除咗副眼鏡睇下，勁靚。景色靚，天氣好又涼爽，喺呢啲環境之下健行真係超正，所以下一次嚟我一定會喺策馬特度行5湖健行，你哋都計劃下啦。落返山之後，我先發現原來我哋一到策馬特 SPP 站對開，已經可以見到山王馬特洪峰噶啦。之後我哋就去咗策馬特都比較多人介紹嘅一間 Quick 外賣店做晚餐，印象之中佢係收好早嘅，所以今日我哋都趕得切去買。味道嚟講，其實佢都算係普普通通，而且佢都唔平㗎，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考慮下啦。策馬特第3日嘅一早，就係喺策馬特嘅重頭戲等黃金日出啦。大家記住之前一晚就留意定日出時間，提早時間去霸定個位 set 定機啦。大家睇開我嘅片就知道我點會咁簡單就咁介紹呢。我有2個等黃金日出嘅地點可以推介俾大家。第一個地點就係我哋去嗰度，佢係喺馬特洪峰博物館教堂再前少少嗰個大會堂，一個係圍有啲台凳可以俾大家坐喺度 set 定機等日出。呢個地點係好多嘅地標附近，所以都唔難揾嘅。第二個地點就係我哋之後經過嘅時候，發覺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佢就喺教堂側邊有一條路，經過條河去到另一邊岸。其實再行前少少就係我之前介紹嗰間黑面羊料理噶啦。睇完黃金日出，食完個早餐，再休息一陣，我哋就出發去今日嘅行程冰川天堂啦。馬特洪峰嘅冰川天堂係阿爾卑斯山區最大嘅冰川，佢喺上邊可以飽覽阿爾卑斯山區至少38個山峰，遊客亦都可以喺呢度欣賞到馬特洪峰山王嘅背景。山腳下亦都係歐洲最大嘅滑雪區，全年365日都開放嘅。上到嚟冰川天堂，我覺得冬天或者上嚟滑雪嘅遊客會更加適合。我見到一個咁靚嘅景，都好值得上嚟一次。上到嚟，除咗馬特洪峰之外，我覺得呢一個山峰都好吸引我，覺得佢好特別，好靚。你哋覺得呢？從來都冇滑雪過嘅我哋2個，沿途上都見到一班學生隨意咁樣換佢哋嘅行裝，佢哋嘅裝置收納，對我嚟講都幾新鮮㗎。而原來纜車外邊嘅置物架係有咁樣嘅用法嘅，我都長知識啊！之後我哋就去咗馬特洪峰博物館，如果有 Speed Travel Pass 嘅話，係可以免費參觀嘅。裏邊一共有2層，佢都記載住馬特洪峰好多嘅真實故事，包括一啲驚險嘅登山歷史，或者係一啲嘅人民生活記載。
其實不嬲對博物館冇乜特別大興趣嘅我，唔知點解經過睇到個紀錄片就俾佢吸引住，之後我仲坐低睇咗好耐。之後再去睇佢首次被攻頂嘅一啲歷史紀錄文物，點解個感覺好震撼？不過我就呢度唔講太多，大家自己去親身經歷啦。去到呢度，策馬特嘅旅程將近尾聲啦。我諗我最遺憾係我冇親眼見到黑面羊。啲人話如果你親眼見到嘅話，係會帶俾你好運嘅。希望你哋嚟嘅時候可以睇到啦。如果大家喺策馬特都有充裕時間嘅話，都建議大家去揾下啲蘑菇小屋，因為佢哋都屬於策馬特嘅傳統建築嚟噶。如果大家都中意收藏紀念品嘅話呢，我就建議大家都可以去買呢一個策馬特嘅0蚊紀念鈔。策馬特呢張可以喺邊度買呢？就係 SBB 站行出嚟，你會見到呢隻羊，呢隻羊嘅隔籬就有個自助售賣機噶啦。但係其實後尾我先知道，原來喺冰川天堂同埋觀景台都有噶，大家都去發掘下啦。第二日我哋就出發去我哋嘅尾站蘇黎世啦。由策馬特去蘇黎世搭火車大概3個零鐘左右啦。我哋會喺呢度留2晚。OK，thank you。當我仲沉醉喺間酒店嘅 check in 好新穎，同埋 upgrade 咗我哋間房之後，噩夢就嚟啦！我發現喺香港嘅時候唱定去布拉格嘅1000蚊歐羅，全部唔見晒。嗰一刻我真係個腦一片空白，因為去到尾站蘇黎世嘅時候，我哋嘅瑞士法郎已經唔多，我可以講話係已經冇晒現金喺身。咁我仲點樣去布拉格呢？之後諗翻起頭先搭火車嘅中途，係曾經見過個背囊開咗一個拳頭咁大，真係一個拳頭咁大嘅位。咁我相信應該就係嗰陣時俾人偷。雖然真係好難以置信，而其實應該都攞唔翻，但我哋最後都決定咗，因為保險嘅關係去報警。去到警局，其實可能佢哋都習以為常，都係同你講唔會攞得翻。最後喺我哋堅持之下就報咗案，俾咗張報警紙我哋。喺報警嘅時候都一樣係提供翻啲基本嘅個人證件資料啦，事發嘅地點、經過、一啲失物嘅形容或者一啲嘅相關證據，例如你喺火車中途站唔見嘅，咁你會唔會有火車票等等啦。關於報警紙呢方面呢，我都需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哋係有買2個人嘅保險，而唔見嘅錢亦都係屬於你哋2個人嘅話呢，咁記住報警紙上面要有晒2個人嘅名，或者係分開2張啦。因為我哋最後淨係 claim 到1份，要再補充其他嘅證明文件先 claim 埋另一份嘅。而其實而家對於旅遊嘅時期遺失現金已經唔係間間保險公司有做，或者已經批得好嚴謹噶啦。唔知係咪之前太多人濫用啦？所以大家記住係越多資料喺手就越好嘅。其實喺我唔見錢嘅當晚，我睇討論區嘅時候就發現，亦都有人話喺呢一個嘅中途站係有扒手，所以我就更加肯定我係喺呢度唔見嘅。因為其實我啲歐羅只不過係之前1晚喺策馬特酒店先由行李嗰度擺落背囊，我仲要擺喺背囊最入貼背個內格裏邊，直到去到蘇黎世嘅酒店先發現唔見，所以中途我淨係搭過1程火車嘅啫。其實到而家我都唔係好知道佢哋點樣可以成功落手，我只可以話佢哋真係太犀利啦。講翻保險先，最後我係交晒2個人嘅所有機票、登機證、火車票、SBB 當日搭嘅火車班次時間，喺香港唱嘅歐羅收據，我裝住現金嗰個背囊相，甚至喺討論區見到小偷出沒嘅相片，我都提交埋。以上只係我少少經驗嘅分享，旅遊保險係唔應該濫用嘅，更加唔希望你哋有機會用得着啦。另外想分享埋，當身在外地又冇晒現金，可以點算好呢？好幸運係我一定會帶備1張銀聯卡。喺報完警之後，我哋就即刻周圍揾有銀聯嘅櫃員機。最後我哋都係只可以撳到瑞士法郎，仲要唔係部機都可以噶。不過揾到一部可以已經好好啦。因為我唔清楚去到布拉格嘅時候可唔可以用瑞士法郎去兌換翻捷克克朗，所以我哋就喺瑞士唱翻歐羅先啦。如果有朋友喺呢方面有更好嘅知識，都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大家一齊交流一下，俾更加多人知道可以用啲咩唔同嘅方法。本身喺蘇黎世呢個市中心都冇特別計劃啲咩行程，
加上又有突發報警呢啲嘅事件，所以都冇好細心咁樣欣賞呢一個城市。不過今日我哋喺蘇黎世就 book 咗一間超多人推薦嘅爆紅餐廳——軍火庫餐廳啦。呢間軍火庫餐廳點解咁受當地人或者遊客嘅歡迎呢？就係因為佢建於1487年，佢原本咧係軍火軍械庫嚟嘅，喺戰爭嘅期間咧都係用嚟存放軍火槍械，戰後荒廢到1927年先再改建為餐廳嘅。上呢度已經有8年嘅建築歷史噶啦，餐廳裏邊展示嘅好多都係炮彈啊、武器呢啲嘅，係提醒住大家呢度曾經嘅歷史。如果你問我，你想感受下呢一度嘅環境氣氛，我覺得值得嚟嘅，但係對食物就唔好有太大嘅期待啦。在周圍行咗陣之後，第一日喺蘇黎世嘅行程就完結啦。今日我哋嘅行程就係由蘇黎世出發去沙夫豪森一日遊。呢度都順便介紹下先，我有條片係專講瑞士交通㗎，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記住去睇返啦。今日我哋嘅目的地就係沙夫豪森啦。呢個城鎮位於瑞士最北部嘅一角，坐落於尼茵河嘅上游。由蘇黎世搭火車出發只需要38分鐘。佢嘅起源呢，同尼茵瀑布關係密切嘅。以前係因為船隻冇辦法通過瀑布激流，而需要揾一個地方去卸貨或者係儲存貨物。呢個小鎮就因為咁樣而誕生噶啦。沙夫豪森最大嘅特色就係佢成條街都係一啲嘅凸窗同埋濕壁畫。呢度嘅古城亦都被公認為瑞士最靚嘅地方之一。迪生講咗成個瑞士話想剪頭髮，今日佢終於都實現啦。Nice。之後我哋就出發去古城啦。沙夫豪森嘅象徵就係幾公里遠都可以望到嘅梅洛城堡。梅洛城堡佢唔需要門票，可以免費入場嘅。喺城牆上面，遊客能夠將廣闊嘅古城區美景盡收眼簾。It's nice。有驚喜。呢個城堡起咗25年，當時花咗巨額嘅費用，到而家已經超過400幾年歷史噶啦。城堡上面嘅圓形廣場就係呢度嘅招牌，佢可以360度咁樣去望返沙夫豪森呢個小鎮。之後我哋就出發去今日嘅主打景點——歐洲流量最大嘅瀑布萊茵瀑布啦。遊客可以揀選唔同嘅觀光船，可以登上河岸中央嘅岩石啦，亦都可以喺河道上面突出嗰個位半懸空嘅平台上面欣賞瀑布。我哋最後就揀咗呢條路線，因為我哋想去呢一度啦。最後一班船係5點鐘開，所以我哋記住要呢個時候返嚟喺嗰度等上船啦。You got the way, Swans。
萊茵瀑布呢個地方我係非常之推薦。如果大家都去蘇黎世嘅話，記住安排一日行程過嚟感受下啦。我嘅瑞士介紹就告一段落啦，最後個天仲為我哋送上一條彩虹添，多謝你哋陪我一齊重溫晒成個旅程。16日瑞士之旅之後，我就出發去布拉格啦。大家如果鍾意我嘅介紹，記住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subscribe 埋我啦。我哋布拉格再見。